10第8天，特侦人员验证空中兵力投射，宪兵指挥部也伫咧南港干道演练反制作战。总预算案第3轮协商，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又搁无来啊，韩国瑜气甲噗噗着，当正人的面加骂一大出。哥伦比亚7点4大地震已经有250多人死亡，地震深度107公里，破坏力煞真大。专家表示需要进一步探讨原因。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立法院为总预算案开第3轮的调野协商，也毋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又搁无来啊。院长韩国瑜呢是气甲噗噗着，当正人的面甲骂一大出。也那这鲍坤琪呢，伊除了是态度落软，讲院长你辛苦啊，伊嘛讲伊是因为这立法权互人看轻，才会用这款方法来表示抗议。 那你副总召人不来，你签字无效，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噻。你现在通知副总召，他有3个选择：一，本人来，这没话讲；二，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辞掉总召嘛。 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调野进行第3轮的协商，啊，毋过会议开始，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人煞无到现场，嘛无授权予党团书记长林派祥、立法院长韩国瑜正罕伫咧起胜地骂人，去用点名的鲍坤琪，在伊暗时伫咧面册铺上清理的文章，讲韩院长辛苦啊，方法范式无共款，角色嘛无共款，也毋过目标是共款的，就是要甲国会尊严揪互调。我想这件事很简单，家和万事兴。 无声胜有声，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国民党要团结。参加协商的党团书记长林派祥是斗相共讲话，讲双方都有较着急的点，啊，若外界免过度解读见缝插针。民众党团总调陈清良是表示，协商的过程常常看到行政部门用精熟老练的方式来处理每一笔的预算，尊重鲍总调的做法。副总召或许有他个人的一个为党团来争取的一个做法，我们尊重。两边都是有自己的怎么讲急迫的点吧。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会期没有剩下几天，那有很多案子需要过，那这些每一个案子都跟所有全中华民国国民息息相关。那身为立院的大家长，院长当然会急。民进党团尊重韩国瑜议长的职权，啊，毋过嘛强调，即马大家上关心的总预算当时要审核线，明年度的总预算敢阁会甲今年同款的。至少韩国瑜院长他现在表达了他的态度哦，民进党团尊重韩国瑜院长的职权。那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是总预算到底什么时候会审完？ 针对鲍坤琪讲人无够，是为着要来做软性的抗议。范云认为，安尼讲法到底有法度说服正人无？都交予有智慧的选民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场厝的吉祥物菜市鸭甲夜市鸭呢，这周边的商品是互人抢甲空空。不过有民众煞讲，伊开买8000块买13只红仔，所发现讲这是中国制造的。警方局是回应讲，这批商品是因委外互厂商去处理，未来会阁严格监督。 黄色造型地棒球帽啊，在台下顶跳舞，外形圆滚滚，高水模样，谁人注目？这是台南市市场处打造的原创 IP 菜市鸭，这只摆伫咧2021年台南市场吉祥物比赛摕冠军。咧去年市府角色夜市鸭专属的夜市鸭，历经咧西市场卖附属的物件，无一礼拜就红买完。近来煞有民众讲，开卖8000块买13只布红仔，发现是中国制。平台质询，市府因为对外强调要落实台湾制造的要求，并说咧找国内 厂商甚至签到商品上市的时间，到单煞无影无迹，这支市府无信用。台湾的吉祥物应该由台湾来做较适合。广告的版本跟实际贩售的版本是不一样的。那广告的版本是 Team Taiwan， 拿到的版本是 Sweet Taiwan。那我花了1万多，一支价值将近600，我觉得我有被诈骗的感觉。 平台批秀连报仔顶面的字对 Team 台南嘛变做 Sweet 台南，民众支持在地文创，买到的煞是中国制。市府咧跨年甲大型活动宣传，上兴台湾制。
私底下未互消费者，哪会安尼？面对这个，台南市经发局回应，市府针对授权也是家己做的，拢甲中国无关系为原则，只要台湾设计比例超过5成，那会积极争取标示做 MIT。市长也一直口口声声说，是 Made in Taiwan， 需要请大家稍安勿躁。可是拿到了之后呢，结果发现还是 Made in China。今年的2月公布了授权的作业要点，我们把它法制化、标准化，那所有的授权的量呢开始增加。那变成在台湾的厂商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制造的量，制造地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没有特别去规范它。经发局坦白讲，目前国内真少有愿意大量做这款布红的厂商，这批表示中国制造的布红是由授权委外厂商来供应。虽然这间制作商因为捌提过迪士尼授权，有一定的品质保障，政府讲后续要求和监督厂商，未来卖找东南亚等地区工厂做代替。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的新埔镇，是来发生一桩死亡车祸。这是66岁姓林的妇人人，唔知影啥原因赛车呢，撞去弄到对面骑奥多拜的一个80岁的阿公，而且伫出代志了后，伊阁想要暗砍来破坏车祸的现场，互弄到的这个阿公呢，落尾送病院是救无回来。目前这警方已经照过失致死罪嫌，甲妇人人上班。轿车驶伫大路，煞唔知影什么原因，雄雄撞去弄对面的另外一台奥多拜。警方接到报案，赶紧来到现场，弄到人的轿车竟然疑似想要暗砍家己违规行为，直接卡车刷尾。干嘛？像你吗？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埔镇，姓林的66岁妇人人，赛车直接弄到骑奥多拜80岁姓叶的老阿公，为了老阿公送医了不幸过身，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甲妇人人移送法办。警方到场处理时，发现自小客车驾驶有移动事故车辆行为，当场予以制止。经调阅监视器确认后，已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举发。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另外，伫新竹市中华路，也发生一件货车伫大路准备驶练档，奥多拜未互动，直接弄到货车的交通意外，好在人只受到轻伤。本案并无酒毒驾情事，经本队同仁处理后，依 A2 类交通事故程序办理。警方在此呼吁各用路人，驾驶车辆务必注意车前状况。警呼吁民众，若是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双方应该联名停车，依照规定报警，配合现场处理，千万唔通把车随在刷顶档，也是离开现场，以免破坏事故现场证据，也影响责任厘清。记者刘君和新报道。高雄有一个大学生呢是涉嫌长期来苦毒听闻鸟鼠，目前已经有30-40只吊伤死亡啊。动保处是有甲这个人移送地检署侦办，也毋过最近这个大学生呢是因为考调成功大学的研究所，互网友是真不满。那成大呢是表示讲，这个学生其实伊考试甲报道拢有照规矩来，所以是无入场通拒绝伊入学的，后手会阁加强辅导。我都已经杀24只了，被多杀几只怎样？高雄大学这名姓陈的学生涉嫌长期伫学校宿舍饲冲物鼠，各用各种无人道的灵力作怪，甲30-40只冲物鼠零致死。代志表康了后，当事校方记伊2大告，动保处也甲人移送地检署侦办。不过当事人也是顺利毕业，佮考调成功大学研究所。有网友发起社会行动，要求成大唔通甲伊录取。针对当事人领地动物的粗残手段，是不是应该受到更较侪定处？现在也引起各界讨论。学校录不录取是一回事啊，但是还是要辅導他的心理。道歉只係第一步，更重要嘅係要佢哋真正明白自己行為所造成嘅傷害，學識尊重生命同培養對其他生命嘅同理心。既然校方喺今次事件認為冇法律權力去拒絕取錄佢哋，咁就更加有責任咧去提供一個適當嘅心理輔導同埋持續支援，幫助呢班學生去正視呢個問題。動保團體強調，面對領地動物的人，愛法律責任、生命教育、心理輔導3方面做歸做。那成功大學是講，當事人已經完成報道手續，後續會安排心理師提供輔導，並且教授注意伊的狀況。而針對各界質疑當事人錄取研究所的代志，校方嘛再次說明因的立場甲做法。我們事實上是沒有權利，好，而且教育是有教無類，他有犯錯，那這個也承認錯誤，那司法會去處理他的
错误的问题。高雄市动保处讲，大学生领地冲不起是事实，相关会当罚200万，判2年的有期徒刑。是不是要起诉，要判偌重，佫需要等待检方的调查。希望校方讲会持续提供相关的心理辅导。不一个动保团体嘛建议，伫咧还未看到辅导效果进前，要先禁止当事人继续接触动物。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一只鱼船呢，是意外去掠到一只150公斤重的保育类的吉菇，在海保署是有甲送去屏东的海生馆治疗。嘛，因为这吉菇呢是无适合长时间饲伫咧人工的环境的，所以海保署昨已经有请渔船甲这只吉菇载去屏东的外海来野放，也算是台湾海保头一摆成功救援吉菇的案例。甲吉菇放落去海里，看伊顺利收登去大海，保育人员总算会当放心啊。这只吉菇是高雄渔船切伫外海收网的时阵发现的，因为吉菇是一级保育动物，身躯顶有吊伤。海保署接到通报了后，就随启动救援行动，甲吉菇送去屏东的海球生物博物馆进行治疗。靠近鼻尖部的部位，还有它的2个前肢，还有外壳的一些部位有非常大面积的表面的一些擦伤，然后还有局部的一些组织性的一些坏死。那在假日经过兽医师团队的一些持续的一些治疗之后，那动物我们在9号的时候呢，发现动物已经可以具备潜水的能力。生活伫咧远洋深海吉菇是体型上大的海菇，体重会当超过500公斤。食物来源以海体为主，因为族群数量快速减少，最近6年来台湾拢总发现过9摆。海保署表示，这回救的这只吉菇大约150公斤重，照体型来看，也算是囡仔尔。因为详细恢复了真好，而且人工饲养的环境食食无法度符合吉菇的需求。经过海生馆的评估了后，海保署11下晡就请渔船甲吉菇载去屏东外海野放。这嘛是海保署成立以来头摆成功救援野放的案例。这次成功救援及野放，不只是救回一个珍贵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革龟从通报、救援、医疗照护到野放的完整处理经验。海保署强调，因过也毋捌有送去海生馆治疗，佮成功野放的案例，这回跨单位的合作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救援会当成功，嘛要感谢渔民的及时通报，和海保救援网有机会伫咧第一时间进行抢救。记者柯家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哥伦比亚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目前呢已经有250多人死亡，也有超过3000人是失踪的。其实这场地震呢，伊的深度有107公里，也毋过破坏力煞真大，而且地震尾是腰骨倾解。专家是表示讲，这有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去研究，才会当知影具体的原因。为大家时间比赛，志工甲救援人员拍拼搜救。哥伦比亚警方嘛找搜救犬伫咧倒去的厝内底找出生命现象，连甲一只猫仔囝救出来，拢有当互参与救援的人员欢喜甲变过。在地民众嘛主动斗相共，一个一个摆甲像链仔共款，斗相共搬重型的机械，甲叶皮啊清清咧。地震对板块交界哥伦比亚来讲，范势已经真惯势啊。毋过这摆规模，若是写本世纪上强，佮出现连地震专家拢无法度理解的状况。Este bloque destruyó completamente. Sí, entonces, se queda uno sin palabras, qué pena, pero pues. But there's some sort of peculiar fact of this earthquake occurring quite deep compared to a lot of other earthquakes that actually might have enhanced the amount of shaking, and that will rely on some furthe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understand why. 个月过前，委内瑞拉才发生极浅层2个大地震，这摆发生伫1000公里外哥伦比亚大地震。专家嘛认为，这2个无应该存在直接，也是有发生的关联。这摆灾害了后的地震尾，关闭几若千摆，嘛超过专家预期。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se deep earthquakes, when they occur sort of, about 100 or more kilometers depth, they actually tend to produce fewer aftershocks than a shallow crustal earthquake. So again, it's not like a definite definite correlation, but
it wouldn't surprise me if we see fewer aftershocks than what we expect from this kind of earthquake. 发生伫哥伦比亚西部，加比正侪所在有强烈地震，受影响的范围嘛伫咧哥伦比亚32个省当中有关尾14个。距离即摆震央大概70公里处，早伫咧1999年就捌发生过规模6.1个地震，迄年造成1185个人死亡，8500个人受伤，而且阁算断35000多栋的厝。即摆规模7.4个地震，死亡人数还阁咧增加。破坏程度恐惊会超过1999年。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把美国囡仔规定爱注的18项疫苗减到11项，而且这当中呢有一支3合一的疫苗也要拆做3剂来做。川普是讲这疫苗呢，甲自闭症是有牵连的，也毋过这医学界甲世界卫生组织是警告讲，安尼做恐惊会互囡仔来面对愈侪疾病的风险。Effective immediately, my administration is recognizing gold standard childhood vaccine recommendations for only 11 core vaccinations against the most serious and dangerous diseases, along with the MMR, which hopefully will be split up. 美国总统川普8月7日在白宫办公室签订一项行政命令，对美国囡仔人类型的预防射计划增加限制，预防射对18项减到11项，要求 MMR 混合预防射，也就是膜仔、德国膜仔、猪头皮会拆做注3支。川普表示讲，囡仔人伫咧同时间注遐尼侪种预防射有危险，也可能甲造成自闭症有关系。Where they have a vaccination that looks like the size of a bottle of soda poured into a little child's body, and bad things happen in too many cases, because this is an explosion, this is an epidemic. 有小儿科医师指出，美国并无核准任何一项单一抗原、膜仔、德国膜仔、猪头皮的预防射。川普的命令真恶落实，分开自恐惊会加重家长的负担，顾着上好的注射时机。医师出身的共和党参议员凯西迪也公开批评川普，讲强调预防射伫咧大多数情形之下安全有效，也未造成自闭症。Potential link between vaccines and autism has been studied in over 40 well-designed, methodologically well-designed studies in over 7 countries involving over 5 million children. And the answer is unequivocally no. There is no such link. 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全世界目前做预防射的安排安怎做主挂者，拢有经过数十年的科学证明。因希望各国的公卫政策会当用科学专业，莫去因为政治因素去予后一代来承担沉重的健康代价。公司新闻陈伟仁、吴基昌编译。叙利亚的刑事法院是针对前领导人阿塞德甲伊的小弟甲判死刑。法院是认定讲，因伫14天的内战期间的犯战争罪，也有反人类罪。新政府本地是要甲走去罗西亚受到这政治庇护的阿塞德，甲引渡回来处决。也毋过目前这项行动已经互对方的政府甲拒绝啦。وبجناية التعذيب والتعذيب المفضي إلى الموت وجناية الحرمان من الحرية لمرات متعددة بوصفها 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وجرائم حرب والحكم عليه من أجل ذلك بالإعدام.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宣判无来听判的前总统阿塞德死刑，认定阿塞德伫14年的内战期间犯下有无故意谋杀侪人罪，连囡仔也无放过。另外，佫犯着用刑任意逮捕、危害人类罪。法院指出，阿塞德是最高决策者，说是利用国家单位做出这个罪行。另外，法院也判无来听判的6个前军方安全官员死刑，其中有阿塞德小弟马西尔·阿塞德，佮有阿塞德表兄，迪拉省建立安全部门的前负责人阿提布。宣判时，伊穿犯人衫，徛伫咧笼仔内，全无后悔。阿提布向判无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佮有用刑致死罪等等，毋过会使上诉，伊也是受审的最高级安全官员之一。اليوم هو انصاف لكل الجرحى، انصاف للشهداء، انصاف للمعتقلين، انصاف للسوريين الذين هجروا من بلادهم دون وجل. الحمد لله بعد مرور 15 سنة انتصرت الثورة السورية. الفرحة لا توصف، ولكن اليوم الفرحة أكبر وأكبر. 这条判决也是阿塞德政府2024年12月向引导了叙利亚头一届针对阿塞德佮核心的官员定罪。这代表讲阿塞德家族5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阿塞德某囝佮伊的小弟马西尔，伫咧法人引导了，就走去罗西亚受到政治庇护。叙利亚政府要求该引导回来，毋过去罗西亚拒绝。
作家嘛指出，死刑判决要引导应该就无啥可能啊。这也比作是一场台面上的表演，免受甲转型正义遐尔好听。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等来看咱国内咱汉光演习第8天，国军特战人员是出现伫这正大的校园，坐乌鹰直升机去支援桃园地区，验证空中兵力投射的能力。另外，这宪兵指挥部美时呢是伫南港操演，早起搁去到干道边缘来演练反制中国的作战能力。两只乌鹰直升机小连锁降落去运动场的草坪，特战部队人员赶紧爬起哩飞行机。汉光演习第8天，国军特战人员全副武装，伫咧台北政治大学手提反装甲飞弹、装备物资，要坐飞行机去桃园地区支援，考验空中兵力的投射能力。汉光演习状况加上进入重侵防御阶段，无机强军两车登陆北投干道边缘，现指部出动分8架车等兵力进驻战术位置，投入反机动任务。另外，现指部半暝搁伫咧南港演练台北保卫区防卫作战，针对强军为金山家人登陆了后，因加北唱歌走入去台北，部队运用艾斯科防步枪拖强军的行动，再搁用分8架车强大火力来甲敌人消灭。针对中共犯台，一定会用无人机来攻击咱台湾的重要目标。空军家己基地嘛出动无人机来攻防，中科院打造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嘛展出来，展开规工的操作，官兵结合软硬实的方式来反制无人机。汉光演习特别宣告，中共和区域局势愈来愈紧张，佮宣布8月中旬要和印尼海军舰艇斗阵，伫咧台湾的东部外海共同演练通信、海上保疗等科目。他从日本那边下来之后，事实上不是光跟中共预划要做一个这个对豫的操演，他事实上跟日本，后续跟美国。一路上，他都做了这样的操演。OK， 这一艘船叫来嘛，是护卫舰，2000多吨级。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它位置在台湾东面，那事实上离我们的临海临街区最远到多远？大概离我们的临海有70-80里以上。它的距离动态，过去大家处置的一个方式，我们怎么样联合我们的这个盟友做出合适的应对，然后也许是监控也好，也许是这个提出其他的对应措施。这我想第一时间把这些东西交代清楚，把它做好来，这个才能够安定民心。国防部掌握中国甲印尼伫咧海上操演，伫咧军事层面未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学者嘛分析，中国安尼做是要反制日本甲菲律宾海峡划界谈判。透过这一次海上的操演，让外界去证明是说中国有能力在这个海域进行一个演习，甚至是中国在这边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邀请其他国家在这个海域进行军事的行动。学者的观察，中共挑一个要甲国际点，电讲强军伫咧台湾东部外海，甚至是西太平洋，拢有行动自由，甲美国绑掉的味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车头的这商场要换人来经营啊，接手的新光3万呢是要用10亿去改装，时间是需要2到8个月，而且这现有的大厅的时钟嘟中呢，也有乌白2色的涂骹，未来拢会换掉。会走的细只火车甲起亚斗阵的灯饰，台北车头嘟钟就要消失。根据接手的厂商无机示意图，嘟钟会互大型的液晶荧幕取代，大厅的两边嘛有长形的电子荧幕，提供足侪语言的服务。台北车站即将进入大改造阶段，根据接手业者的规划，会在8月底送出整件计划书，等到台铁核定就可以正式动工。而国人熟悉的黑白棋盘格这个地板设计，确定走入历史。我觉得蛮脏的，我觉得改善一下也不错。一个回忆吗？就是会觉得来北车就是要坐在这边吃东西。接手的新光3月嘛预告，要让世界旅客会当伫咧台北车头体验台湾之美，改装会用2到8个月的时间。啊，不过营运无断站，施工的时阵要是依次要7成服务，而且采取分期分区的方式来进行，以代替便当做例，一定会让旅客买有到。在整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将工人的动线跟客人的动线会做完整的区隔。新团队接手商场，外界嘛关心是毋是大厅会颁布禁坐令。过去代替要伫咧疫情的时阵，禁止旅客坐伫咧涂骹自习，搁要按算讲永远拢禁止。啊，不过最后也是决定要开放给大家，而且设计10外种笑眯眯的大纸搭伫咧涂骹，
展现多元甲包容。从观光的角度来看，棋盘格，然后甚至有很多的观光客，他会去试着去坐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台北车站的另外一个观光的景象。观光学者就分析，台北车头的大厅当初时无设椅仔，尾啊考虑到足侪运输交通拢伫遮，希望来来去去的人会当较顺时咧。了后就演变做是坐涂骹的文化，嘛是在地观光的特色。未来嘛考验经营者要安怎平衡无同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这社会主体政策对13万户降到3万户，即马针对外界这期，内政部长刘世芳伊是回应讲，13万户这目标并无改变，3万户只是第一阶段尔。另外，这包租代管的调机公司呢，即马是传出财务问题，外界就开始质疑讲，咱政府这业务呢，拢互高一个业者去做，安尼风险伤大。刘世芳伊是表示讲，这还阁有检讨的空间。我跟李建成就是因为业务上面认识，那一次的爬山就是造机公司邀请了产业界20-30位朋友，你硬要把这些东西扯到我的身上。互人这个甲备受爱的调机前董事长李建成关系袂歹，国家自导中心董事长华建群伫即顺台顶背回谣言，毋过调机是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但牵涉财务危机，集团下囝生仔税出公司宣布停止服务6600户的厝卡，准备转手，就惊后续会冲击到调机管理的15000户。立委嘛要求内政部提出检讨的机制。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有400案已经开始处理中。那预计应该在1个月之内可以把寄居蟹的这6600案把它处理完毕。这个旅行业者有品保协会有什么，才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损失？那我们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租赁服务业，我们以前在订定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这个所谓的防弊的措施把它提供出来，仿效像旅行业者这个品保机制啊。共同来承担。对着各一个业者市场伤过集中的问题，刘世芳坦白讲，确实有检讨的空间。不过嘛，强调目前包租代管的业务也是维持正常。甲地方政府工会有开会了后，厝头家甲厝卡嘛无出现惊吓的状况。不过，同款关系到居住正义，民团质疑行政院新版的计划，将来政府兴建13万户的社会主体建建删掉7成，敢若剩3万户。刘世芳解释讲，这不是事实。当时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当时新建12万户，所以赖总统喊就是盖13万户。结果上次在询答的时候，你砍了一半，只剩6万户。今天的询答的时候，你的新版计划只有剩3万户哦。社会住宅的新建，从直接兴办改成叫多元兴办，13万户。它里面的兴办的方式就有非常多元。根据内政部书面的报告指出，到2026年7月底，全国已经累计提供超过24.3万户的社会主体，其中中央家地方直接办的有127000多户，包租代管超过116000户，那加上已经核定的919000户的租金补贴，就会当提供100万户居住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内我桃园有一个姓李的女性呢，伊是涉嫌甲伊的翁婿顶人斗空，安排亲手装作是家己去到中南部大病院，而且开诊断书，前后后甲13间保险公司领2600多万的保险金。即马北检是照早起罪嫌来起诉15个人，这当中另外有2个呢是送去少年法庭来审理。邱姓女子等17人都是住在桃园地区的亲友。彼此口耳相传，钻漏洞赚理赔，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检方调查讲，这个姓李的女性顶人呢，是甲13间公司来买医疗险、甲意外险等等，了后就找亲手假做是有病去住院做检查，申请2600多万的保险理赔，而且因也阁甲这种做法分享给因的亲戚朋友。对于民国105年到114年期间呢，拢总是甲人拐911届，目前15个人已经被检方甲因起诉。国内这新冠疫情即马又搁压起来，顶礼拜呢是增加72例的本土的重症，也搁有14例死亡的个案。另外，这流感的疫情即马嘛开始咧传，顶礼拜呢是增加70例的重症，也搁有12例死亡。有计这8月中旬过了，就会进入流行期。
诊所挂号候诊区拢客满。医师讲，这阵啊新冠确诊病人比平常增加差不多3至4成，建议民众若出现上呼吸道等好亲像镜头，上好先快筛一个，唔通无注意。主要是针对高风险的病人快筛啦。那大概如果是有呼吸道症状，就上呼吸道症状啊，加上那我们筛出来大概有接近一半都是新冠。昨天先咳嗽，然后发烧，到现在没有退，都在37.4以上。根据疾管署监测，顶礼拜国内新冠肺炎来急诊就医有2.4万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升关2成7，新增加72例本土重症，加14例死亡病例，双双创下本流行季新冠纪录。特别注意的是，重症个案当中有一例是去年10月到当上少岁的病例，是南部一个1个月的查某婴，伊伫8月初破病，因为两边的肺变白，呼吸正喘，目前也伫新生儿加护病房住院。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3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那新冠的流行，流感疫情原来有警报，国内流感顶礼拜新增加70例重症，加12例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加慢性病患者较侪，超过一半无注流感疫苗。社区流感病毒以 A 型 H1N1 为主，一定8月底进入流行期，9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会有可能。疾管署表示，新冠疫情会伫8月的中下旬达到最高峰，但一礼拜确诊人数为本来预估5万人，收价到2.7万人。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赶紧注疫苗。113也阁会甲中央库存差不多3.7万剂疫苗，全部拨配到各县市，互民众通注。另外，顶礼拜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伤寒病例，后小间昆都全基因定序确认是非伤寒的沙门氏菌，是国内伤寒检验史上头一届误判。后续会要求落实双人核对的机制。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实在是伤过大意啊！伫咧台中市呢，有一对爸母是甲车的锁匙放伫咧车内，结果落车了后呢，自动锁门，转互这个8个月大的后生受困伫咧内底，落尾只通找警察来帮忙。名8个月大的男婴不慎受困车内，员警到场后，立即透过互动分散男婴注意力，同时持续观察其生理状况，确认安全无虞。信经锁匠协助于15分钟后，顺利开启车门，将男婴从车内平安救出脱困。警方原底是想要直接把这车窗讲好破，不过呢，惊会去惊到内底婴仔，所以落尾是决定找人来开锁。差不多是15分钟了后呢，总算有顺利把这车门拍好开，平安把婴仔抱出来。高雄的基顶呢是真热门的景点，这港湾呢嘛是游客咧坐渡船的时阵一定爱翕到的海景。也毋过昨早起要11点的时阵，有民众竟然发现讲有无人机，哪像是伫这个上港禁航区域来空翕。目前这港务的警察总队是当咧调查这架无人机到底敢有事先这合法申请，若无就已经违反着上港法，会进行处罚甲扣押。基顶甲高雄市区要往回，就爱坐渡船。有乘客咧翕景地，煞嘛翕到伫咧船边啊有一只无人机咧飞，民众就真好奇，无人机伫咧上港区咧空翕，安尼敢有合法的？没办法，飞无人机吧？有船啊，这边就应该是管制区吧，这里。交通部有说明，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有政府的开放平台，顶管拢会当查到无人机会当飞的范围。若是无熟悉禁航区，还是限制航区的民众，伫咧操作进前，拢爱先做好确认。不晓得这个区域是真的可以合法的起飞的话，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先查询我们资讯管理系统的，我们是不是红区、防区或者是绿区。交通部航甲局提醒使用无人机的民众，伫咧高雄港的航道或者是上港的区域，若无经过允准操作无人机，高雄港务警察总队会依照上港法来处罚搜证甲扣押，会使罚新台票30万以上150万以下，若是伤过严重的，会使甲遥控无人机甲没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遮的消防队员呢，是用光冷气的方式来抗击这各地方政府编的经费实在伤少啊。到当呢，还阁有分队的值班台，还阁有部分所在是无冷气的，嘛有分队是限制这队员吹冷气的时间。另外，这消防署发布的这冷气指引呢，其实嘛无够准确。消防署是回应讲，会阁针对指引来做调整。
消防队员来到消防署头前，用光电器的方式表示抗议，批评各地方政府编列的经费不够，高达也有分队的值班台和部分的厅舍无冷气。另外，某分队为着省冷气的费用，限制队员吹冷气，甚至要队员家己出钱。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指出，这不来影响消防队员工作的权益，消防员休困的品质不好，冇可能影响到消防救灾安全。人的这个热伤害的耐受度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如果你平常在这个厅舍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都在处在一个很热的状况，那如果去到火场，那你这个会遇到这个风险或者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的这个几率就会提高，所以它是严重影响到这个消防队员的职业安全的。某消防队员指出，消防队是24点钟运作的单位，消防署发布的冷气使用指引内底所限制队员使用冷气的时段，也是综合温度热指数有到警戒值，也是体感温度超过38度等。但是规定的内容拢有写讲会使看状况来调整。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大家主管理解春秋范围拢无一致。消防官认为指引要调整，嘛要对根本解决水电费经费不够的问题。你在调查的时候，你要调查到分队层级，这个分队它是用什么层级去支出电费的？他是用办公费，还是他有专支进出那个专门的支出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他调查的源头是这个分队到底有没有装冷气？如果连冷气都没有钱装的话，你何来的电费支出可以就是可以调查？针对消防员的诉求，消防署也出面回应，表示会针对消防队员反映的问题，搁再调整指引的内容。每个分队的资料我们都有调查，包括每个厅舍的面积大小、人数的多寡，来作为我们是不是水电费是不是充足的一个参考依据。那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资料我们都会在调查以后，我们再公布在我们正式脸书上面。消防署表示，水电费编列拢是照前一年的经费做调整。目前已经在调查各县市消防分队的水电费，会搁和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希望将经费的标准放定，让基层的消防队员唔免着吹冷气来操烦。记者桂宗林、贾奎林台北报道。高雄市的南电国小呢，是因为挖进台积电南亚溪产业园区，所以真受科技业的家长欢迎。这一年新生呢，即马已经招甲甜啊。因那离这南电国小干那1公里远的价位国小呢，这一年煞是招无甜的。这种国小M型化的现象是引起真大的关注。教育局是会帮助因倒转型。针对问题已经采取全广告的净零碳排国小，伫南亚溪南电国小，新的校园采取工业风格建筑，加上热能电网和开放式的校园，逐项拢成台积科技，先贵家长甲囡仔送入来。今仔国小一年入学的人数都已经远超过230个人，都要分8班才有够。除了硬体优社区的科目嘛，互家长真介意。各外县市的家长想要互囡仔来读。儿童哲学不是在教哲学，而是说让带着孩子从他生活周遭。他想要去知道他生活上面遇到的问题。离南电国小这1公里的价位国小，一年招生的人数敢若19个人，离满班的29个人，阁有增差。目前国内敢若一班1公顷的面积敢若138个学生，所有真侪敢若义务的所在，请家长带囡仔来这读册。下课有一些松鼠和一些鸟儿会在那个球场那边。老师也能够及时掌握孩子的状况，跟我们家长做一个很密切的接触。学校的设备已经旧啊，除了一年甲汰换，教育国小已经开始对软体来做，和南电国小高雄大学做伙做教育用好联名，运用师资和教育资源。我们邀请外面的专业的老师进来陪我们的老师去做深度的讨论，而不再是就是一些。研习啦、座谈啦。面对国小教育入学的人数无平均的现象，除了少子化以外，教育局嘛启动加强转型的帮助，启动我们的所谓的小校转优。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看看学校这边能不能去营造它既有的一个特色发展出来。科技园区即马陆续成立，人口聚集的效应是愈来愈明显。接落来面对的后一代教育的问题，嘛是家长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旧历7月初1啊，伫个云林西里的福兴宫呢，是照古礼来奉正果，避免去惊到好兄弟。也那庙方也伫个旧历7月2日来举办皇家的普渡，一直到旧历8月初1，这正果才会解封。庙方人员甲正甲果随下随下搭封条，旧历7月是几月？真侪好兄弟会到民间来接受信众普渡，为着要甲好兄弟惊到，真侪宫庙会遵照古礼奉正果，较袂去甲好兄弟吵着。正果拢是最重要的法器，伫个7月份咱就无动正果，嘛无放炮，
这个意思就是讲，咱的兵马袂去损着遮有情众生。因为这是也是民俗，有日积月累的一个传统啊。对啊，对先民或者怎样，也是让他们适当的一个月。西地副行长表示，新民出入宫庙，邀请兵马来护驾的时，就会敲钟擂鼓，嘛有真侪重要的仪式甲典礼，拢会使用到钟鼓。旧历7月就会放钟鼓1个月，那庙方嘛紧伫各地来举行西地街普渡会。这普渡就是建办吼，即个咱建办就话祖先的啦吼，搁这是咱的先贤啦吼，搁叫有的亡灵吼，准备普渡祭祀这个。副行长嘛讲，放钟鼓会到8月初1才搁重新使用。今年西地街南喷盛会会伫咧旧历7月22来举行，欢迎信众踊跃来参与占卜，真侪信众的普渡品卖寄付分享予有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棉花园推出新的歌戏出《鸟阿修罗》，这是对佛教的天龙八部落去改编的，嘛加入这传统甲创新的元素，并且伊阁有邀请这高中生做伙来演出，希望这少年人会当加去接触到传统戏曲，甲歌戏传承落去。南天佛教阿修罗地后书所至。人道树点功夫，这是棉花会戏剧总团新的奇幻歌戏出《鸟阿修罗》，故事改编佛教天龙八部，咧讲各方势力找找舍利子的过程，嘛是探讨剧望人性的当代事件。棉花会戏剧总团讲，即摆毋若定性加入传统的剑侠欧贝拉戏路，嘛适合创新的多媒体影像，打造歌戏的新舞台。连音乐都有真侪变化，毋是咱传统的音乐。包括乐器嘛是有真大的变化，所以才会讲，这出戏伊的表演甲伊的节奏，拢甲咱歌戏以前有一个欧佩拉戏非常的接近。棉花会伫1929年成立，是台湾重要的歌戏团。棉花会讲，即摆除了有真侪出场演员，嘛互中正高中的学生做伙加入演出，希望有更较侪少年人做伙加入传统艺术，甲歌戏传承落去。阮的表演者嘛，希望有更较少年，更较侪青春的肉体加入。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有多元的元素啦。所以除了传统戏剧的演员以外，舞者、武术、舞蹈，我们都有新的突破。鸟阿修罗自9月18到9月20，伫国家戏剧院演出。剧团讲希望透过奇幻类的歌戏表演，吸引少年族群挖进传统戏。记者郭正王志光台北报道。另外一个改编的呢是这个法国的这条歌叫做《动物共欢节》，这是由中华在地乐团甲原底这动物的角色，或者是台湾的结合，而且因阁加入这台语、广告，也阁有囡仔创作的图，透过音乐来讨论环境、生态，也阁有语言传承等等的议题，是属于咱台湾家己的半线像哪脑猜猜。就好头一届来到车路对面的这角是。当时3更半暝，像哪有关是闹猜猜。用台语广告的方式对剧情发展演奏音乐，法国作曲家圣松的《动物共欢节》是真出名的古典音乐，是用不同乐器演奏出狮、象、牛等等动物的声音。中华半线室内乐团重新改编，把原本的动物换做台湾的石虎，把动物面对开发、龙洞狗等等的生存考验，透过各种演奏串联起来。阮伫美国古典音乐，但是阮倒来中华，我想要甲阮在地的物件，甲阮伫西方学到音乐结做伙，阮结合台语，佮结合阮中部的石虎。乐团表示，台语即马嘛面对传承的危机，所以半线像哪闹猜猜这首作曲，除了改编经典的古典音乐，嘛头摆甲演出结合台语广告的剧情，结果发现台语的声纹开口加音乐的旋律斗起来真麻。我们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台语台文版的
动物狂欢节，结合了在地的议题，就是环境保育，然后还有我们的开发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我们台湾人本土意识，我们自己版本的动物狂欢节。一寡入声迄个 punch， 就拄好甲迄个乐器，一寡较强，这个乐头就安尼放，啊，就甲这个入声都好斗做伙。这个音乐甲这个台语伊本地迄个声韵，就是麻。乐团表示，这届演出嘛有甲宝岛国小合作，甲学生创作的图像投影伫舞台顶，互音乐、台语甲图像斗做伙，希望互观众听到台湾的语言，看到台湾的动物，嘛会当为古典乐当中认捌家己生活这片土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规工无定时会落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部分地区会落大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会到中部甲东半部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嘛有机会落大雨。以上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